客家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第一个是菜包，第二个是炒阿粿，菜包是萝卜丝嘛，炒阿粿是萝卜干，这是我们最常吃的。打开蒸箱，热腾腾的客家菜包出炉了。以前的人都是做这样长长的，所以又名就叫做猪笼版。那现在我们做的话，我们都做的比较圆一点。蒸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撇，因为它有加那个糯米嘛，所以蒸出来稍微会冒一点点，所以我们这样蒸出来就不会那么撇。香喷喷的菜包里头满满的萝卜丝和肉丝，你没听错，客家菜包可不是素的，里头必加的还有香葱、蒜苗、虾米和胡椒。胡椒粉不是辣的但是是在胃里的话很舒服啊，会就是暖暖的啦。所以我们客家祖先也是蛮聪明的，胡椒粉加上蒜苗那种味道，很配，就是跟萝卜这样子的组合是蛮配的。你买嘛干？也蛮黑啊，别添买哦。亲切地招呼客人，刘妈妈说：“好吃的诀窍就是食材新鲜，从1种卖到30几种，多年来获奖无数，这些都是当年想不到的。因为是从小吃的，然后妈妈教我们就是这些东西嘛，那我们会的就是这些嘛，就这样做。本来其实我没有想到说要做这一行的啦，只想说卖个小吃的，然后配个汤就给客人吃，这样就好了。”结果没有想到，一做下去就做了20年。就是妈妈教的事，光是菜包外皮、米的混合比例、搅拌、压模、人工包馅等繁复的步骤，即使利润低，刘妈妈还是坚持传统。他人家吃，觉得他吃得很高兴，也很有成就感了。因为这种东西现在没有人要做了。果然用心，客人都吃得出来。不管是老人家、年轻人，都很捧场。它的很 Q 啊，又不会连牙齿啊，有客家的味道啊，我们都客家人啊，每次都来这边买习惯了。真的传统的味道，边都是现做的嘛，对啊，比较新鲜啊。吃过的都说棒啊。客家人不同节庆搭配不同食物，而在刘妈妈的推广下，以往过年过节才吃的客家菜包，现在已经成了每个族群平时都吃得到的美味。母亲传下的好手艺，混合客家文化的坚持，搭配客家美食的品味，刘妈妈的客家菜包丰富了我的感动时刻。